大家好，我係法庭真相嘅主播子晴，歡迎收睇一周法庭新聞。呢周法庭重點新聞有：5名男子疑喺工廠大廈單位搞非法軍事操練場所，遭警方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等罪。控方日前指案情嚴重，提交區域法院審理獲批准。5名被告繼續還押。另外，城中熱話可伯黃昏戀後，懷疑何太要改嫁走佬，反而攞刀插佢。可伯承認意圖傷人罪。日前法庭判刑時，何伯因身體不適缺席。法庭押後7月21日再宣判。國安處於2025年喺新蒲崗一工廠大廈單位執法行動時，搗破疑似軍事非法操練場所，當中5名年齡介乎20至25歲嘅涉案男子，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及管有爆炸品等4項罪名。案件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再度提訊，控方申請將5名被告嘅案件合併並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呢宗案件將於7月28日喺區域法院提訊，5名被告繼續還押。患癲癇症嘅23歲男侍應，自2024年起於社交平台發布煽動貼文，喺香港多處張貼煽動單張，更向他人郵寄復國黨入黨申請書拘控。男侍應日前喺區域法院承認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辯方求情指被告患癲癇症，自小有智力問題，曾在學校遭排擠，為咗獲得自稱復國黨秘書長嘅關注先犯案，而非基於堅定政治信念。法庭將案件押後至7月20日判刑，期間被告還押。2019年8月31日灣仔暴動案，49歲陣地社工成員陳虹秀被起訴，經審訊無罪。控方上訴獲上訴庭撤銷無罪，裁決後並發還重審。陳虹秀受審後被裁定暴動罪成，舊年4月被判囚3年9個月。陳虹秀不服定罪，提出上訴。日前向高等法院以案中沒有足夠證據顯示佢與現場示威者有足夠聯繫，曾喺現場叫喊要求警方克制嘅舉動，亦非具挑釁性，申請上訴許可。法官彭偉昌聽取陳詞後，拒絕批出陳嘅上訴許可申請。Mirror 成員姜濤去年初考獲駕駛執照後，接連違反交通規則。舊年11月駕車時更因操控不當撞上路邊並損毀護欄，喺多次違反交通違規被記滿15分。運輸署出傳票要求取消其駕駛資格。姜濤日前派律師到東區法院應訊，法庭頒令佢停牌3個月，並依例要求佢交出駕駛執照。律師話姜濤遺失咗該證件，裁判官限姜濤7月22日前須將駕駛執照交到法庭，否則佢本人要親身到法庭宣誓。城中熱話主角可伯疑因為何太葉秀定要改嫁走佬，反而攞刀插佢。可伯早前承認一項有意圖傷人罪，日前要喺區域法院判刑，但可伯還押期間再次身體不適，留院10日後判刑前夕嘅下晝先出院，至晚上10點又因病情反覆被送往急症室再留醫。由於可伯並冇聘請律師代表，法庭不能在佢缺席下判刑，法官唯有再次押後至7月21日先宣判。呢周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多謝收睇，我哋下周再會。